新手爸爸媽媽由零開始，BB 嘅睡眠訓練基本一定要知。大家好，我係 Jenny， 你專屬嘅嬰兒睡眠顧問。如果你係新手媽媽，對嬰兒嘅睡眠充滿困惑，咁呢集呢就係為你而準備㗎喇。你嘅 BB 係咪每一晚都要抱住或者奶睡先能夠瞓覺呢？每一次一放低就即刻醒，夜晚頻繁咁樣醒，甚至1-2個鐘頭就喊一次。你係咪已經開始攰到懷疑人生，甚至懷疑自己嘅育兒方式有問題？如果呢啲情況令到你筋疲力盡，請你放心，你並唔係孤單一個嘅。可可細個嘅時候呢，係一個超級高需求嘅 BB， 佢唔單止要抱睡，仲一定要搖睡。夜晚醒嘅次數呢，多到我已經放棄數啦。當時嘅我，每晚都係抱住佢喺房間嗰度行嚟行去。我心諗，咁樣嘅日子究竟幾時先會結束呢？直至到我開始了解嬰兒睡眠，嘗試睡眠訓練，短短幾日之內呢，可可竟然能夠自己入睡瞓過夜。嗰一刻我先知道，原來 BB 真係可以自己學識瞓覺嘅。睡眠訓練幫助佢溫和咁樣建立良好嘅睡眠習慣，令到全家人都能夠瞓得更加好。所以今日我要帶你由零開始學習睡眠訓練。無論你嘅 BB 而家係幾多個月大，無論佢而家嘅習慣係點樣瞓，呢一集都會帶你了解乜嘢係睡眠訓練，點樣開始，以及係點樣應對過程中嘅各種挑戰。乜嘢係睡眠訓練呢？睡眠訓練簡單嚟講就係幫助 BB 自己學習入睡，而唔係依賴外部嘅幫助。咁樣代表住佢唔需要抱睡、奶睡、搖睡先至能夠瞓覺，而係能夠自己喺嬰兒床上面入睡，夜晚醒嘅時候亦都能夠自己再瞓返去。假設 BB 每次入睡都係要媽媽幫佢入睡嘅， BB 嘅睡眠周期大約係45分鐘左右。每度過一次睡眠周期，佢就需要媽媽再次幫助佢入睡，之後就會出現每個鐘頭都醒一次嘅情況。相信好多家長都對呢個情況唔陌生。如果你聽到睡眠訓練就係覺得要等 BB 喊到瞓着唔理佢，由佢喊，咁樣你一定要聽完呢一集，呢個係一個誤解。其實睡眠訓練有好多種方法，我哋目標唔係令到 BB 喊住咁入睡，而係幫助佢學識點樣喺安全嘅情況下自然咁樣進入睡眠。咩時候可以開始睡眠訓練呢？通常睡眠訓練最佳嘅時間係5個月以上，因為呢個時候嘅 BB 生理嘅模式已經係比較成熟，亦都比較有能力學習新嘅睡眠習慣。但係如果你嘅 BB 仲未夠5個月嘅話呢，咁都唔使擔心嘅。你可以由睡眠基礎開始做起，好似建立規律作息啦、固定嘅睡前儀式，幫助 BB 適應自己嘅睡眠空間等等。呢啲都係未來成功睡眠訓練嘅重要基礎。新手媽媽點樣開始睡眠訓練呢？睡眠訓練嘅關鍵係在於穩定嘅作息、正確嘅入睡方法同埋一致嘅執行。首先第一步，調整作息，確保清醒時間係合適嘅。如果 BB 日頭嘅小睡時間過長，又或者清醒時間過短又或者過長，都會影響晚上嘅睡眠。我哋要確保佢嘅作息符合佢嘅月齡需求。確保咗 BB 日頭嘅作息穩定，夜晚嘅睡眠先至會更加好。第二步就係要建立睡前儀式，等 BB 知道要瞓覺啦。BB 係唔會憑空就知道而家要瞓覺，所以我哋要幫助佢建立熟悉嘅睡前流程，譬如沖涼、換衫、唱歌、睇書、擺上嬰兒床、熄燈、開白噪音機，令到環境穩定落嚟。呢個流程每一晚都要一樣，等 BB 對於睡眠產生連結。第三步，改變入睡嘅方式，令到 BB 自己學識自己瞓。呢個係最重要嘅一步。BB 過去可能會習慣奶睡、抱睡、搖睡，而家我哋要幫助佢學識點樣自己瞓喺 BB 床上面入睡。我最推薦新手媽媽使用嘅就係 Farber Method 漸進式等待法，由哈佛大學醫學院嘅醫生所創立嘅方法。第一，放 BB 上床，同佢講晚安，離開房間。如果 BB 喊嘅話呢，就設定一個時間，譬如第一日係3分鐘，之後5分鐘，之後10分鐘，再入去安撫，但係唔好抱起佢。第三，每日慢慢延長等待時間，等 BB 適應新嘅入睡方式。呢個方法重點就係令到 BB 有機會學習自己入睡，但係爸爸媽媽仍然會提供安撫，唔會唔理佢，所有嘅生理需求都要滿足。
又或者你真係好想抱起佢，你可以用 pick up pick down 嘅方法，記得係抱到平靜而唔係抱到入睡，否則就會變成抱睡而唔係自行入睡。關於 Genie 課程中嘅睡眠訓練，Genie 絕對唔推薦 cry it out，任由 BB 喊。喺我嘅課程之中呢，睡眠訓練唔係放任大喊，而係建立安全、溫和、可持續嘅睡眠習慣，需要你嘅愛同埋陪伴。睡眠訓練嘅核心就係父母嘅溫柔支持同埋安撫，呢啲包括生理上嘅支持，確保 BB 嘅需求被滿足，譬如飢餓、尿片同埋舒適度等等；心理上嘅支持，喺過渡嘅過程之中給予安全感，令到 BB 知道你一直都喺身邊。喺課程之中呢，你都可以定製你最適合嘅睡眠方法。每個 BB 每個家庭嘅情況都唔同，我嘅課程會根據你嘅舒適度同埋家庭需要，幫助你揾到最適合嘅方法，包括安撫嘅方式，譬如輕拍、語音安撫或者擁抱。另外，家長身處嘅位置，例如床邊、房間內同埋房間外，仲有抱起定係唔抱起，取決於你嘅選擇同埋 BB 嘅接受度。最好嘅方法並唔係最多人使用嘅方法，而係你能夠堅持落去並且適應嘅方法。科學證實睡眠訓練係絕對有助於親子關係。有一項長達5年嘅追蹤研究發現，正確嘅睡眠訓練唔單止能夠幫助 BB 建立健康嘅睡眠習慣，仲能夠促進安全依附，令到成個家庭生活都更加和諧。以下係一啲常見嘅問題：BB 會唔會喊呢？我應該要點樣做呢？答案係有機會嘅，亦都有啲個案係 BB 自言自語唔喊，因為呢個對於 BB 嚟講係新嘅學習過程，就好似佢學爬嘅時候會跌倒一樣。但係我哋嘅目標並唔係要 BB 喊到瞓着，而係喺安全嘅環境下幫助佢建立新嘅睡眠模式。睡眠訓練會唔會影響親子關係呢？研究顯示，正確嘅睡眠訓練唔會影響親子嘅依附關係，反而當 BB 能夠獨立睡眠之後，日頭嘅情緒會更加穩定，同爸爸媽媽嘅互動亦都更加輕鬆愉快。當然，一定唔可以用 cry out 嘅睡眠模式。咁夜奶點算呢？如果 BB 仲係需要夜奶，可以先保留1至2次夜奶。但係如果 BB 半夜醒唔係因為肚餓，而係單純需要安撫嘅話呢，就可以透過睡眠訓練嚟減少呢一種依賴。要幾耐先可以睇到效果呢？大多數家庭會喺5至7日之內見到進步。我嘅14晚自行入睡計劃更加有一個超成功嘅個案，第1晚就連續瞓咗11個鐘頭。當然係需要家長精進咁樣執行我課程中所教嘅日間作息部分，但係 BB 嘅適應速度唔一樣，有啲就需要2個星期左右。關鍵就係父母一定要一致咁樣執行，唔好半途而廢。如果你對 BB 嘅睡眠又或者以上嘅內容有任何問題，自行入睡課程嘅同學可以直接 Line 或者 Telegram 我比較快。其他嘅讀者請留言，我全部都會回覆。想學習完整嘅14晚自行入睡計劃同埋小睡訓練，並且獲得2年內無限1對1諮詢，點擊描述欄嘅網頁，睇下免費課程嘅試看部分，你將會揾到幫助全家安睡嘅方法。祝你同埋 BB 都能夠瞓個好覺。Just close your eyes. Stars are dancing in the skies. Mommy, Jenny's here with you. Dreams so lovely, dreams so